你为什么要跟着我？为什么不送你那个表妹？我知道你们都觉得我可笑，反正我说什么你们都不会信，无所谓。我若是不信你，为何要与你同行呢？你肯定是憋着什么坏欺负我呢，好为你的表妹报仇。是因为我相信你。你看到那只香蕉皮了？香蕉皮？什么香蕉皮？嫣然跌落，我也不好责怪她欺骗主人，所以只好让你受委屈了。但我知道，你绝不是那种心肠歹毒之人。喂，冰块脸，我承认，上次你在御花园救我的时候，我心里确实有那么一丢丢的感动，但是只有一丢丢啊。可是从你今天救表妹的事上看，我仿佛看到你上次救我的样子，神情那么紧张。我觉得我们两个在你心里没什么区别，都是一样的。所以你之前说什么只喜欢我一个人，我是不会相信的。你笑什么？唉，本王以为啊，好端端的就能从狼牙台上跌落的人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你。什么意思啊？我的意思是说，我之所以冲了出去，是因为我以为跌落的人是你，明不明白？啊？你总是追问我，为何不放过你？好，我告诉你，我的确是要报仇。你看，我就知道你没安好心。只是这个仇呢，不是因为你砸伤我，或者是你一而再再而三的对我无礼，而是因为你夺走了本王的初吻。哎，等等我！尹晴柔啊，尹晴柔，你是怎么搞的？你不会真喜欢上那个冰块脸加面瘫了吧？不行不行不行，这种想法太恐怖了。我的目的呢，只是为了尽宗祠，对，尽宗祠，尽宗祠。尹晴柔，尹晴柔，你喜欢的应该是独孤园那种暖男才对。他才是标准的好男人形象，你要记清楚了。你喜欢的是独孤园，喜欢的是独孤园。难道是他吗？独孤，是你吗？晴柔，我这么晚来找你，可不是喝茶吃点心的。没事儿，你干你的，我忙我的，看见你我就开心。哎，对了，你是怎么找到我的？只要你需要，我随时可以出现在任何地方。我想这世界上还没有你独孤园去不了的地方吧？不，有一个地方，怕是我无法触及。哪里啊？你心里。你说什么呢？晴柔，你跟我走吧。走？走去哪里？浪迹天涯，只求与你为伴。你说什么呢？
青柔，其实我知道你并不想嫁给谢安琪。既然这样，你何必委屈自己呢？我不能走，我要是走了，阿广怎么办？谢安琪肯定不会放过他的。我们可以一起走。以我的人脉，如果想走的话，多1、2个人又岂在话下？完了，独孤原是在跟我表白吗？换做往日，我肯定美得不得了。万万没有想到，偏偏在这个节骨眼上。可是不嫁给谢安琪，我怎么去从此一探究竟啊？我们回去的关键也许就在那儿。不行，我得拖。独孤，我不能走，走了谢安琪也不会放过你的。为了你，独孤愿以身试法。哎呀，我暂时不能走。难道你真的就那么想做这个王妃吗？王妃什么的，衣来伸手，饭来张口，又有漂亮衣服穿，谁不想当呢？你说是吧？原本以为我心目中的尹清柔姑娘与旁人不同，看来是我独孤看错人了。既然这样，请灵齐王妃恕罪，打扰了。独孤，我真的是有不得已的苦衷的。哦，那是什么？我不能说。告辞了。哎，独孤。哎呀，尹清柔啊，尹清柔，要是宗祠里的东西不能帮你穿越回去，你一定会后悔你现在的决定的。夜色已深，也不知道杜嫣然回到府中没有。谁？独孤远？难道是去找晴柔妹子了？来人！少将军有何吩咐？派人去看看晴柔妹子有没有事。是。死也好，臭也好，竟然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，气死我了！我与你们无冤无仇，你们不要来吃我啊！谁来救救我？救命啊！嫣然，不要！是我啊，嫣然。哎呀，吓死我了！小姐回来了，小姐回来了，快去通报大人。小姐，你可算回来了，老爷夫人都急坏了。慢点，小姐。今天的事，不许跟任何人说起，不然我断不会饶了你。这是双儿，从今往后，这就是你的家了。当真可以住在这里吗？
当真可以。不过，暂时你只可在后院活动，进出也要走后门。你知道，毕竟我是王爷，而你……双儿明白，双儿不过是个青楼女子，如今流落街头，只求片瓦遮头，寸土落脚。王爷如此待双儿，双儿实在是不知如何报答。你之前吃那么多苦，本王不会亏待你的。谢王爷。我已经命管家派人来伺候你，以后吃穿用度，不论缺什么少什么，你都可以找管家索要。我还有事，晚上再来找你。谢王爷。顾少少，你看见了吗？不管是现代还是古代，只要你想，就有男人愿意给你一切。今天是豪宅，明天就是王妃，再以后老娘就是皇后。参见王爷。广公公，你素来与秦柔亲近，也最了解她。今日本王有一事不解，可否请教于你啊？王爷您客气了，我呀就是秦柔肚子里的蛔虫，她一撅屁股我就知道她了。笑得唐突了。王爷有什么想问的？你可知求婚为何物啊？这是秦柔跟你说的？是啊。这求婚啊，简单，我教给王爷便是。愿闻其详。求婚在我们老家呀是一种仪式，只有女方答应了男方的求婚，二者才可以结为夫妻。哦，原来这婚事不只是父母之命、媒妁之言，竟有如此说法。想想倒也觉得新奇。广公公，快将这求婚之法教于我。王爷呀，先准备一枚宝石戒指，然后趁秦柔一个不注意的时候，单膝跪地。荒谬！本王身为皇子，上跪天，下跪父母，岂能为此等事情下跪啊？王爷消消气，王爷坐下来说，坐下来。这个单膝跪地呀，它是这么回事儿。这个死阿广，约我出来自己却不见人。啊？怎么是你啊？尹晴柔，你愿意嫁给我谢延琪为妻吗？这是阿广教你的？是啊，难道你不愿意？他说什么呢？说什么呢？他说什么呢？这是夜明珠吧？肯定很贵吧？这个我却不知。接受啊！手下呀，好多钱呐，好多钱呐！ 啊
看在这么大颗的份上，就答应你了。不可造次！这有什么的？这下满意了吧？这么大一颗叶如珠，拿回去够你花一辈子的。不过阿广，我发现我好像有点喜欢上他了。哎，我的大小姐，你可别把我们的正事给忘了。放心吧，忘不了。好值钱的。你看，好好布置一下。那个地方不太整齐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觉得那边啊，还有那儿，还有那儿，你这儿看看。啊，往上来点。独孤，你有心事啊？义兄何出此言呢？近日看你总是郁郁寡欢，就连王爷成亲这么大的喜事，你好像都不是很高兴。怎么会？王爷大婚，在下当然高兴。可能只是最近身体不适，休养2日便好。多谢尹兄关心，那你可要多保重啊！这些年，王爷身边最信任的就是你我2人，兄弟大婚，自然应该给他办得热热闹闹的。这是自然。不过我还要谢谢咱家王爷，平白无故的让我多了一个妹妹。晴柔率真可爱，和咱们家的王爷是天造地设的一对儿。不过，要是有人动他们的歪心，我第一个不饶他们。如果晴柔姑娘听到尹兄这番话，一定会感激涕零啊！哦，对了，王爷还有别的事情要在下去做，在下先告辞了。这真的是我吗？哎，可别被我的手艺给吓到了啊！哇，小姐，你简直就是仙女下凡呐！阿广，你的手艺可真越来越好了。那是我的手艺，那可是真人版的 Photoshop。再给你个秘密武器，这什么啊？荧光粉，晚上啊涂在身上，增加洞房情趣。你说什么啊？晴柔，晴柔。哎呀，我女儿真是漂亮极了！哎呀，我都舍不得把你嫁出去了。要记住啊，这儿可就是你的娘家。常常回家看看爹娘。女儿记住了。吉时已到。起轿。不好了，尹姑娘被蒙面人劫走了。什么？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
开动脑筋，想办法才行。亲们，这回就看我们的默契了。救命啊！有没有发现一顶红轿子？启禀将军，刚才有一顶花轿经过。哎，王爷来了！玉，可有秦柔下落？王爷，都是我的疏忽，才让秦柔身陷险境，以后有罪。此事暂且不提，你先起来。现在找人要紧，追问到什么了？我跟随他们的踪迹来到此处，刚问的守卫说，的确有顶花轿出了城门，我正要带人出城寻找。慢着！哎呀，秦柔，秦柔，这本来是我给秦柔的闪粉，是为了……为了什么？哎，别管这么多了，反正只要跟着这个足迹，就一定能找到秦柔。来喝，来。也给本小姐吃一口啊！闭嘴！来，喝。瞅你那小气样，给一口能死啊？再不闭嘴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错了，我再也不敢了。哎，老大，出来！是。老大，你确定没有绑错人？你不是要我们去绑成亲的灵骑王妃吗？那就没错了。我们看着他从将军府上了花轿，还有王府的人跟着。怎么是他？算了，反正也要不了他的性命，要怪就怪这个丫头命太好，居然成了王妃。老大，你认识他？认识个屁！把人给我盯紧了，人要是跑了，1分钱都拿不到。是。哎，吓唬吓唬得了。是。吃吧。来，喝酒。不解开我，我怎么吃啊？去，吃菜啊！好嘞。再胡说八道，一惊一乍，小心老子把你剁了！我刚才看错了 ，sorry。哎，行了，算了，哎，接着喝，来。你给我老实点。哎呦，背有点痒，挠挠。来，吃咱们的。好嘞。来，喝酒啊。好，来干了，喝。
滚出来！出来！大胆！本王乃当朝三皇子灵齐王，尔等挟持王妃，罪当问斩。若此时束手就擒，本王可以从轻发落；否则，死路一条。兄弟们，不要被他吓到！大半夜的，谁知道他是不是冒充的？更何况他现在一个人，怕什么？管他什么狗屁王爷，先绑了再说。上！王爷，你没事吧？林浩，别追了，小心有诈！叶琴，怎么样啊？大夫，他怎么样啊？啊，请放心吧，小人已经为王爷上过金疮药了，休息一下便无大碍。小人告退。谢谢。啊，慢走。谢言齐，你一定要赶快好起来。青柔，夜深了，你还是回去早点休息吧。走。叶兄弟，可查到绑匪线索？还是不好说，歹人身上并无发现任何线索。不过我会一直追查下去，看看是谁竟敢如此大胆。唉，好端端的喜事，变成了丧事。说什么呢你？好了，现在不是纠结此事的时候。王爷他一定会吉人天相。我们当务之急是尽快查到绑匪的线索。不如这样吧，我和尹兄弟分头去查找线索。李章兄弟，你在王府，如果王爷醒了，第一时间通知我们。好。公主叫我前来，所为何事啊？你干的好事。公主叫我绑架尹晴柔，以破坏皇上的赐婚。现在婚没赐成，谢延琪也生死未卜，这正是一箭双雕啊！你忘了我跟你说过不许伤人吗？那纯属意外。不过依老夫看来，那一箭要真的结果了谢延琪的性命，那我们倒省了不少的麻烦。这二王爷的登基之位，也更加十拿九稳了。我平生最讨厌自作主张的人。别以为你是个相国，我就不敢把你怎么着。老朽不敢。这次我就饶你不死，如果再有下次，看我怎么收拾你。谢公主。对了，谢延琪的人现在四处寻找绑匪的线索，你让你的人机灵点。此刻你和谢延辰的身份不能暴露，明白吗？公主放心，我一定清理干净。这个月的解药，谢公主。我早晚让你知道，谁是谁手里的棋子。
你醒了。你既然都醒了，那我们就两不相欠了。我救你一命，你还未曾报答，为何是两不相欠？你还好意思说？本姑娘凭借自己的聪明才智，马上就要脱离虎口了，谁知道你却突然闯进来大喊大叫的，都被你搞砸了。哎，你身体还没好，赶紧躺下。皇上驾到！父皇、母后。父皇，启儿免礼。谢父皇母后关心。启儿，无碍事，只是皮外伤，无大碍的。你们怎么办事的？臣等罪该万死。父皇息怒，您不必责怪他们。若不是因为有某人在你身边，你也不会遭如此大难。皇上，这大喜的日子发生如此不祥之事，实在是晦气。难道我儿与这秦柔命不合？我看还是找人查一查他们的生辰八字，再行婚配之事吧。母后，初闻启儿受伤，朕与你母后都十分痛心。也许是你大哥丧期未过，天降大难，婚配之事放在此时实在不合时宜，还是暂且搁置吧。反正我也不想嫁。京城之内竟有人公然抢亲，还刺伤了王爷。引号李章。臣在。朕命你们彻查此事，一旦查清，严惩不贷。臣等遵旨。站住！爹，给我回房去。爹，表哥他受了重伤，我要去看他。你给我回房去。爹，小姐。老爷。你下去吧。是。你这是为何呀？谁让你不让我出去？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。这爹的话，你怎么就听不进去呢？你趁早断了和谢延琪的念想。为什么？我已经禀明皇后，把你许配给二王爷了。爹，你怎么如此待我？哼，我不嫁。爹呀，就你这么一个女儿，你好好想想，这大王爷已异，二王爷才是太子的当之人选。你嫁给他，那以后就是太子妃，再往后你就是皇后，我杜家也可以光宗耀祖了。我才不要嫁给那个谢延辰，我就要嫁给三表哥，我只做延琪哥哥的王妃。你混账！婚姻大事，父母之言，你听也得听，不听你也得听。我就不！你要是不让我出去，我就不吃饭，饿死算了。不吃也罢，你就是饿死，也不许你出府半步。哼！本王口渴了。哦。今日这风有些大呀。嗯。哦。这太阳未免太晒了些吧？你要不是看在你生病的份上，姑奶奶我忍了。
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啊！差不多得了。等我伤好之后啊，我自会禀明父皇，让你我二人即刻成婚。谁稀罕呢？哎，这些日子为何不见独孤啊？我怎么会知道呢？王爷，秦柔，你先回房吧。切，走就走，哼，谁管你？走了。咱们回屋谈。说吧，查到什么？王爷，绑匪果然是二王爷的人。谢言辰，害死大哥，如今又要向我下毒手。也好斗胆问王爷一句。但说无妨。王爷对皇位是怎样看的？本王早就说过，我对这皇位毫无念想。可别人不这么想。王爷应当选那玄武门的太宗皇帝，先下手为强。大胆！王爷，本王就是害怕兄弟相残，才自小与人疏远，怕别人认为我觊觎这皇位。可如今，你又让我对自己的亲哥哥下手。可谢言辰又何曾顾及过兄弟情谊？他不仁，我不能不义。长幼有序，大哥已死，现在他就是皇位的第一人选。只希望他能够就此收手，此事就不要再谈了。可分明他就没有打算收手啊！只是本王觉得，二哥这次想对付的不是我。你是说秦柔？怎么可能？本王也不是很确定，再去查。还有，此事不要向旁人提起。是。这段时间，你务必要保护好秦柔。本王有伤在身，怕是力不从心。王爷放心，秦柔怎么说也是我的义妹。好。哎，你们快点啊！哎，放那边啊，别磕着了。哟哟，还弄得蛮不错的嘛。哟，这不是落跑王妃吗？啊，去你的！说什么呢？来，坐。哎呀，哎，没想到啊，这老板娘还真靠谱啊！这一掩耳盗铃之事，就帮我们找到了这么好的位置。这么好的位置，简直是……哎，我告诉你啊，咱们这回可赚大发喽！好眼光，真不错。哎，那个，我把道具车上的东西啊，全都搬过来了。你看，我敢保证啊，他们古人肯定连见都没见过。哎，我呢，只需要把这些现代化的产物挨个做个重新量产，也让他们古代人体验一把我们现代人的生活。那时候啊，我周大头可就是古代的爱迪生了。东西啊，一定大卖。好，你厉害，火鲁班。哎，你怎么了？这说话这么没力气的，不像你的性格啊。嘿，其实啊，我今天来是找你有正事儿的。我想让你做个轮椅。怎么？你家那口子瘸了？说什么呢你？胡说八道。唉，还不是他替我挨了一剑，现在倒讹上我了。非让我成为他的全职贴身丫鬟。你说他这身体还没好，腿脚又不便的，还到处去走，我就想着给他做个轮椅，他去哪儿一推不就得了，省得我天天还得老扶着他。哎呦，都知道疼老公了。你这不还没过门呢吗？哼，周大同，你现在到了古代，嘴皮子功夫倒是见长啊。我呢，都是跟你们学的啦。好吧，我研究一下，那个玩意儿应该不难做。好的，那你抓紧时间做啊。好嘞。你怎么把这高科技的玩意儿也给弄过来了？这古人看见了，你连解释都不知道该怎么解释，而且这又没有电，你怎么用啊？我呢，就是忽悠人用的。我把手摇发动机和那个 DVD 全都带过来了，以防不时之需嘛。
你说，万一再整个什么大王爷事件，那时候我的这些玩意儿啊，就成了救命神器了。我呢，就可以当个救命法师了。来，喝点水。大头啊，我先回去了，轮椅你快点坐啊。得嘞。哎，青柔，你吃完晚饭再走吧。啊，不了，改天吧，再见。这范二的性子啥时候能改改哟？这么说的话，我欠你一个很大的人情。你放心，我独孤有债必还。那你打算怎么还呀？尹姑娘，我们还会再见面的。你找我？你怎么知道我跟着你？独孤远，其实上次的话我没讲完，我嫁给谢言齐是有苦衷的。你别说了，你说的，我信。你信？你不觉得我是那种爱慕虚荣的人吗？我认识的尹姑娘，不是那样的人。独孤，你真好。青柔，你不用解释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。我听说你前段时间被绑走了，受了伤，我真的很担心。现在能看到你平安的回来，我已经别无他求了。谢谢你，独孤。不过，青柔，你有没有想过，发生这一切，你没有顺利嫁给他，有可能是命中注定的。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会来这个地方。如果真的像你说的，这都是一个叫老天爷的人写好的，那只能说我不认命。所以说，你还是要嫁给他，是吗？独孤，我们一直都会是好朋友的，对吗？好朋友。你这边是，你们这边是。独孤远，报告大人，此处已排查清楚，并无线索。好，继续。是。
什么人？光天化日之下，竟敢如此大胆！大人，我们是相国府上的下人，小姐偷跑出来，我们领命带小姐回去。怎么回事？不要他们带我回去，你带我走。你府上的事，我不便过问，告辞。尹浩，你忘记上次的事了吗？你若不想让我告诉皇后治你的罪，就赶紧带我走。不是，走。这回去怎么交代呀？怎么跟相国大人说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？为什么你府上的人要抓你回去？我爹罚我禁足，不让我出府。不是我说你，你为何总这样破坏规矩？我表哥受伤了，我要去看看，有错吗？哼，连你也说是我的错，我究竟做错什么了？哎，我送你回去。我不回家。我说送你去灵齐王府。走吧。都是你这扫把星，害表哥受伤，还好意思回来？我今儿个累，没心思跟你吵。没话说了吧？表哥就是你害的。嫣然姑娘，嫣然姑娘此言差矣。晴柔也是受害者，王爷受伤是因为王爷重情义，与晴柔无关，还请姑娘嘴下留情啊。哎，你难道说王爷的伤跟晴柔无关？叶兄，你错解我的意思了。那你的意思是？哥，你这是怎么了？一梅，你先回去，我与独孤有话要说。哎，你别走！你别烦我！哎，你等等我！叶兄，有何话要说？独孤兄弟，你是个聪明人，知道我要说什么。我明白你的意思，但我独孤身正不怕影子斜。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？表哥，没问你。王爷，我在大街上遇到晴柔姑娘，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，即使她再聪明，再沉着，她也是个弱女子。看她无精打采的，我便叫她在茶楼坐了一会儿，开导她。没想到被某人误会了。王爷，若没有什么事情，我先退下了。我的天哪！你这么说，误会才怪呢。哎呦！看来恢复的不错嘛，都能起来了。你多活动活动也好，省得变成大胖子。别没有皇帝的命，反而得了皇帝的病。哎，王爷一早醒过来就找你来着。算你还有点良心。这又是怎么回事啊？王爷，他前些日子被禁足了，这不担心你的伤势，偷跑出来了。刚才我们来的路上，还一直被人跟踪。我看杜甫急于带他回去，还有重要的事，不如先看看杜甫的态度再说。表哥，父亲这回很生气，我回去肯定惨了。你就让我在你这儿躲几天吧，我保证不生气，不发脾气。表哥，父亲让我嫁给二表哥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不喜欢他，哎呦，表哥，反正你这次要是不收留我的话，我还不如一头撞死算了。哎，别！您这打算往哪儿撞啊？这院子里的东西虽然说不上是价值连城吧，可也不是大风刮来的。再说了，你这万一砸坏了花花草草怎么办？万一碰伤了丫鬟怎么办？表哥，这王府还是要赔医药费的。
这就算不用请郎中，那手脚不利索了，干起活来也不麻利了，吃亏的到头来还是我们家王爷呀。还有啊，人家丫鬟虽然是下人，可也是娘生的爹养的呀，你怎么就没有一点同胞友爱的精神呢？表哥，表哥，行了，表哥，依我看，嫣然就暂且住下，回头我必会禀告舅母大人。谢谢表哥。舅舅，尹浩这是要把整个京城都翻过来了。按这么查下去，早晚会被老三查出来，到时候我们就麻烦了。不必惊慌，他查出孟姜，我们也有脱身之法。他一个占山为王的山贼，他的话谁信呢？可是什么？为了他们方便办事，我把王府的腰牌给了孟姜。你糊涂啊！舅舅，我也知道错了，你赶紧想想办法吧。事到如今，我们也只有先下手为强了。明天我先他人一步，去找皇后娘娘，跟她说道说道。这样我们就不会太被动了。你说，他是相信你这个儿子呢，还是相信其他人？王爷您回来了，双儿给您。双儿该死，不知道王爷有客人在。我不是让你在后院待着吗？他们说王爷回府了，所以想来看看。这是，这是，双儿，快过来，拜见舅父大人。双儿拜见舅父大人。双儿，她是我家奶娘的远房侄女，最近送过来托我照看。双儿，我和舅父有事要谈，你先下去吧。是。王爷，嫣然她啊，舅父放心，婵儿心里明白，我们还是想想如何处置孟姜那个山贼吧。参见娘娘。哥哥免礼。今日进宫，不知哥哥有何要事？都是我的疏忽，让一些阴险小人有了可乘之机。婵儿这2日在府中，既担心弟弟的安危，又为谣言所困，倒是轻受了不少啊。婵儿受伤的不是琪儿吗？为何婵儿消受轻减呢？自从那日晴柔受了伤，三王爷也受了伤，皇上下令彻查此事，不知怎么就传出说此事与二殿下有关，还说是二殿下派人所做。一派胡言！他们俩是亲兄弟，弟弟大婚，当哥哥的高兴还来不及呢，为何要绑走弟媳呢？娘娘，此事没那么简单。有谣言说，这是有人想离间他兄弟2人，也有人说这是土匪大劫，还有人说呀，这是三王爷有意在抹黑二王爷。但不管是何种情况，对2位殿下都是大大的不利呀。这可如何是好？娘娘，臣有句话不知当讲不当讲。哥哥是自家人，有话直说便是。臣以为这一切都是储君未立所致。储君一日不定，朝臣心中就一日不稳呐。前几日，皇上身体不太康健，有心人他就不免多想。哥哥这话有道理，可是皇上禁止后宫干涉朝政，近日来身子又不太好，就更加忌讳别人提起
立储君的事情。皇上虽然洪福齐天，长命百岁，但这立储安稳朝政之事也是当务之急呀，免得有些人赌博下注，惹是生非，不管哪个殿下有所不测，伤心痛苦的还是娘娘您呢。还是哥哥心疼我。我试着找机会探探皇上的意思吧。娘娘圣明。你怎么能这样呢？真是好人难做，敢吃本姑娘的豆腐！哼！我不爱吃豆腐。爱吃豆腐的男的怎么会说自己爱吃豆腐呢？哼！本王真的不爱吃豆腐。真的吗？那是当然。你为什么不爱吃豆腐呢？豆腐可是个好东西呢，它能提供人类所需要的蛋白质。1两大豆所含的蛋白质呢，相当于1两瘦肉、3个鸡蛋、4两米饭。它还含有钾、钙、镁等5种抗癌元素呢。经常吃豆腐呢，还可以预防和治疗直肠癌、结肠癌，还有乳腺癌。多吃豆腐呢，还可以生津润燥、清热解毒，有益中和气，还可以有利于呼吸道和消化系统的疾病呢。看着我干嘛？本王决定，明日开始吃豆腐。切，我说了这么多有技术含量的话，可不是让你去耍流氓的哟。那本王还是不吃了。你怎么能不吃呢？那么有营养的东西不能不吃的。你，本姑娘从来不记仇，有仇当场就报了。怎么样？周大同哦，不，现在应该叫周神通啊！啊，你现在真的好厉害啊！以前有千颂伊病床凹造型，现如今有谢延琪轮椅型男秀。哎，对了，你说我们穿越过来那天，你当时是不是跟孔双双、孟姜待在一起？不确定。我那天呢，也是正好路过那辆道具车，突然眼前一黑，就到这儿了。那照你这么说，那他们也穿越过来了？怎么，你遇见他们了？我不太确定，我就是那天好像看见孟姜了。在哪儿啊？就是绑我的那伙人嘛。然后我看到一个人戴着跟孟姜一样的手串，一样的戒指，哦，连说话的声音都是一样的。你没认错吧？那你告诉王爷了吗？那怎么可能？我哪是出卖朋友的人啊！嘿，他这个人精，走到哪儿都能好吃好喝的。哎，不说他了，说说你吧，你那边什么情况啊？我什么情况啊？哎，你和灵齐王爷啊？我可听人说了，皇后想暂时搁置你们俩结婚的事儿，所以我问问嘛。还能怎么办呀？别人说嫁就嫁呗，说不嫁就拉倒呗。皇命难违啊，枪赶着不是买卖。嘿，说什么呢？什么买不买卖的？有你这么说话的吗？这是你的婚姻大事，我看呐，一时半会儿咱们也回不去了。你以后啊，还是好好想想，以后的日子该怎么过才对。跟着我干嘛？双双，唉，没想到才分开几天，
你竟然吃了这么多苦。不管到哪儿，都难不倒我孔双双。哎，对了，双双，我之前看到尹晴柔了。尹晴柔，她怎么在这儿？这有什么不可能的？我们俩都穿越过来了，何况是她呢？况且人家现在可厉害了，差点成了灵犀王妃。她连跟我提鞋都不配。说这个都没用，你看我现在不照样成了山大王啊？依我看呢，还是早点想点办法，穿越回去才是真的。你以为我不想回去啊？我还想回去做我的超一线大明星呢。你都不知道上次我那电影有多火。哎，对了，我上次去那个好莱坞溜达，那个 X 曼的那个导演说我特别适合第5集里那个倾国倾城的变种人呢。你说这个有什么用处？你得回去再说呀。哎，对了，你现在住哪儿啊？要不你跟我回山寨，做我的压寨夫人得了。别闹，人家现在可是凌晨王的人。我也是无意间听到他们提起你，才知道你也在这儿。哎，对了，我跟你说，你自己小心点儿，他们想要办了你。哎呦，放心放心，我才不怕他们呢，我山寨兄弟多得很。不过，我倒是觉得你成天跟着凌晨王有什么好？难道他长得比我帅？德性。不过，我跟你也不是不可以，只不过我现在在王府还有些事情，而且我现在一走了之的话，惹怒那个王爷对咱俩也没什么好处啊，你说是吧？要不这样吧，你等我把事情都办完了，我自然会去找你。行吧，那我等你。这是骨头汤啊，对于你们这些骨伤的人来说，喝这个最好了。哦，想不到你竟然什么都懂啊！那是当然啦，虽然你说的都是真话，但我们还是要低调的啦。来来来，吃，尝尝这个。王爷，独孤啊，独孤，又这么巧。我这灵齐王府的门槛要是再低点儿，估计就被你独孤踏平了吧？王爷，孔子曰：“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嘛。”对啊，孟子也曰。孟子曰什么？孔子曰的对啊。来来来，快吃饭。王爷，今后打算怎么办？为什么你们都劝我和二哥为敌呢？他是我的亲兄弟。又年长于我，如今大哥不在了，他自然为长。有些想法也在所难免，本王尚可理解。难道王爷就真不想坐那个位子吗？你把他当兄弟，可他把你当兄弟吗？大王爷尸骨未寒，他却做出这样的事情，难道王爷你还不明白吗？他在意的不是晴柔姑娘，而是你。本王会保护好自己，也会保护好我未来的王妃。可事实是，在王爷大婚的当天，你的未婚妻被绑架了，而王爷你也受了重伤。哎呀哎呀！干什么？真是的，食不言，寝不语。妈妈没有教过你们吗？本姑娘辛辛苦苦做了这么一大桌子菜，你们要再这样，以后就不做给你们吃了。好啦，快来吃东西，啊，快点。今日天气不错。是啊，皇上近日气色也不错。啊，皇上，参见皇上。好，见过皇后了。是，皇后娘娘宣民女进宫，就是询问一下三王爷的康复情况。看来你与齐儿的婚事还要再往后拖一拖。皇上，皇上，不碍事。老了，不比年轻的时候了。皇上，恕民女冒昧，
您这胸闷气短，神乏疲惫，是不是有一段时间了？哦，你对医术还有所了解？是不是偶尔还会忘事，久坐后还会有身体麻痹，连体重也有所增加呀？我看你呀，可以直接进太医院。刘太医说朕胸闷心悸，也给朕开了一些疏胆利气的汤药，可朕啊，不爱喝呀。皇上，依民女之见呢，这刘太医啊说的也不错，只不过呢，这病不一定要靠药来治。不过皇上，你以后一定要少吃盐，什么酱菜啊、咸肉啊这些的上不了台面的，您就甭理它了。贝类海鲜啊也要少吃，您一定要多吃瘦肉、豆腐、鱼汤之类的。偶尔呢也要来御花园散散步，相信很快就会不药而愈的。看来啊，你真是朕的福星。传朕旨意，待会儿把朕的汤药给停了，一切都听晴柔的。顺便去转告御膳房。是皇上。方才啊，朕看到晴柔了，她可真是朕的福星啊！一句话就解决了朕的汤药之苦啊！朕看晴柔姑娘气色不错，而且这段时间照顾琪儿的伤也是尽心尽力，琪儿的伤也快痊愈了。你吩咐今天间选个好日子，把他们的婚事给办了。皇上，本来我儿与这晴柔的八字就不是什么上上之选，这大喜的日子又见了红，我听相国夫人说，这都是不祥之兆。又是相国夫人说，你是皇后，就应该有母仪天下的气度。这些都是内宅妇人之见，你也跟着起哄，以后不要跟他们说闲话了。皇上，这怎么是闲话呢？这关系到琪儿以后的幸福，我这个当娘的，能不希望她好吗？现如今，楚危未定，不知道有多少人想利用这个来做文章。有人说，晴柔这次被绑架是冲着琪儿去的，以绑架晴柔为名，实际上是想去伤害琪儿。甚至还有谣言说，这一切都是陈儿所为，这不是明摆着想挑拨兄弟俩的感情吗？你关心他们兄弟的感情是好事，但江山社稷的事情，你就不用过问了。皇上，我的心思你还不知道吗？这陈儿、琪儿都是我儿子，手心手背都是肉，只怕是旁人动了不该动的心思。这历朝历代因楚危未定，导致皇子反目的事还少吗？说句打不敬的话，日后无论兄弟俩谁继承了你的位置，我还不是一样，是稳稳当当的太后吗？我干嘛要给自己添麻烦？臣妾只是不忍心看着社稷动荡，骨肉相残呢，皇上。皇后的话也不无道理啊，朕一定会好好考量考量。哦，过几日就是牡丹花会，朕让他们二人替朕出席，届时朕要好好的考量一番。舅舅，母后说动父皇了吗？也不尽然，但总算有了进展。这次牡丹花会过几天就要开始了，这望花会看似平常，但其实是你和谢延琪对未来社稷的一次交锋。皇上一定会派人前往观看，我们可要把握住机会啊！我已准备了多首以牡丹为题的七言七律，画作也在秦家练习，所以定不负舅舅所望。
请舅舅放心。不，这还不够，我们必须要坐实你的储君之事。现在该麻烦悬空的老和尚了，我们给了他上千银两的香火钱，现在他也该为我们办事了。还是舅舅老练，那侄儿就静候佳音了。不知道嫣然怎么样了？别提他。你呀，就是嘴硬，明明关心未来老公还不承认，切！我哪有？我就是觉得我这未过门的要守寡了，多不好。嘿，说曹操，曹操就到。王爷，你来了就好，你陪他在这瞎聊吧，我可要回去睡我的美容觉了。拜拜。哎，你也下去吧。是。没义气。哎，你怎么来了？屋里太憋闷，出来透透气。对了，这真是个好东西，改日叫你那位朋友来见我，本王必重重赏他。你不用赏他了，赏我就得了，我替他领了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个呀，叫做足底石子按摩疗法啦。它可以按摩脚底的穴位，达到活血通络的效果。虽然开始呢会有些痛，但到了后来真的对身体有好处的。只是好奇。你看，你们这儿的星星多漂亮啊！真羡慕你们，一抬头就可以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。在我们那里，想要看到这么美丽的星星，根本是不可能的。星星点灯，点亮我的家门，让迷失的孩子找到来时的路。青柔，你怎么每日都如此开开心心？我们认识也很长时间了，似乎从未见过你垂头丧气的样子。我觉得吧，这人呢不可能遇见出门就捡元宝的好事儿，所以呢，开心呢也是一天，不开心啊也是过一天，而且不开心又能改变什么呢？所以干嘛不开开心心的度过每一天呢？就拿你来说吧，你呢是皇帝的儿子，又是货真价实最顶级的高富帅，要风得风，要雨得雨，你还有什么不开心的呢？是不是啊？哦，只是今日见到独孤，心中有几分不安呢。我与他刚相识的时候，他不是这样子的，我感觉他变了，我们之间似乎存在了隔阂。这人呢都会变的，而且呢，亚里士多德说过一句话：人生呢就是意外和变化。很有道理啊。可是亚里士多德是何人呢？就是我们家乡的一个教书先生啦。可这话说的颇有几分哲理啊。想不到一个教书先生竟然有如此的见地。可是有些情感是永远不会变的。突然说这个干嘛？王爷，我家尹少爷被府尹派人连夜抓走了，说他私放印子钱，可这是绝对没有的事啊！王爷，你可一定要救救我们家少爷啊！启禀王爷，老爷命我接小姐回去，这么些天真是打扰了。老爷说改天定会登门致谢，
还望王爷放人。小姐，老爷说了，只要您回去，一切都好说。再说，尹公子犯的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，就算为了尹公子，你也不宜继续客居在此啊。你们这是威胁我？小的不敢，小的只是奉命行事。嫣然，你若是不想回去，我自有办法救尹浩。王爷当然有办法救尹公子，只是此事还要一番周折，真要闹起来，尹老将军的面子也不好过呀。不就是想让我回家吗？用得着这么大阵仗吗？我跟你回去就是了。表哥，你放心，我会回去跟爹说清楚的。那小的先谢过杜小姐了。小姐请。王爷，我们告辞了。王爷告辞。这个杜烨为了逼自己女儿回家，竟然敢随便乱抓人，真是有什么样的爹，就有什么样的闺女。可舅父对尹老将军不满由来已久，我就怕此事不会这么容易就算了。那他还想怎么着啊？先琦，照我说，你就赶紧把杜嫣然娶了，我看那老家伙怎么说。敢欺负我大哥，哼，找死嘛！你看着我干嘛？我怎么了？要不，如你所愿，我将嫣然娶回府里，这样你们二人当姐妹可好？你娶啊！你。不孝女，怎么不躲在灵亲王府了？看到没有啊？他就是这样对待你的真心的。他是要去救尹浩的，可我不让。笑话！堂堂一个灵齐王去救尹浩，是你能阻止得了的？一人做事一人当，你不就是想让我嫁给谢言辰吗？我答应你，但爹也要说话算话，放了尹浩，并且把证据销毁，以后再也不准拿这个威胁他。吃了苦头，才长了点心眼儿。好，也答应你，但万花会之前，你哪里也不许去，给我好好的在家里待嫁。哎，你好好的劝劝他。嗯。阿弥陀佛，哎，不知相国大人唤老衲前来，所谓何事啊？你是个聪明人，我也不绕圈子了。1年1度的万花会占卜就要开始了，最后的结果，你应该是知道的。相国的意思是要老衲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占卜为窥探天意，老衲不敢胡言乱语。哼，你少装腔作势！别人不了解你的斤两，难道我还不知道吗？别以为你剃了度，走在这些高山大川，你就是得道高僧了。大师爷说了，出家人不打诳语，即使占卜，就未必是真的。你说是吧？那是。这些年多亏相国提携，不然哪有老衲今日啊？不过相国放心，此事老衲当鼎力相助。启禀皇上，1年1度的占卜结果，今年2个字：女星。
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此签何解啊？天意所出，自有其意。皇上乃真龙天子，老衲断言，过不了多久，皇上定能明了天意。下去吧。阿弥陀佛。凤穿牡丹，龙飞天。皇上，这是皇后娘娘给您备的参茶，还嘱咐老奴让您多多休息。放这儿吧。对了，小秋子，这女星是什么意思啊？老奴也不知道啊。难道说是有一名女子会助朕的社稷振兴？那凤穿牡丹，龙飞天，又是何解呢？皇上，这会不会是和几日后的万花会有所关联呢？届时几位王爷都会前往，还有各公卿大臣家的小姐也会出席。难道说这凤穿牡丹之人会在其中？万花会。哎呀，我的孩子，你受苦了。没事，快扶他进屋。是，快点。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三王爷心意的人，另有其人。青柔，你为何对这些空谈国事的书生感兴趣？什么叫空谈国事啊？你好歹也是个官二代，根正苗红的，怎么就没有一点当领导的意识呢？我告诉你啊，知识改变命运，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，学习挖掘机技术哪家强？中国山东找蓝翔。蓝翔？哎呀，这个不重要，快给我过来！哎，快点！哎呦！听闻这二王爷有意娶相国之女为妻，这可是门当户对呀。哎，我听说这杜小姐呀，有着天下至高无上的命格。至高？那不就是母仪？嘘，听闻这杜小姐心仪的是三王爷，为了此事还闹了不少笑话。哎，杜府上下不得安宁。唉，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嘛，不然他还能怎样？落花有意，流水无情。我看三王爷心仪的人，另有其人。哼，乡野村妇，无父无母，大喜之日即招来血光之灾，定是不祥之人。你为何在此大放厥词？皇上是明君，广开言路，社稷之事自有我们文人来探讨钻研。五色土祭天是为社，五谷之神是为祭。社稷二字指的乃是国土与民。为文人者，自当上忠于君主，下怀于民生，为天下苍生而奔波劳苦。尔等不思国计民生，却在这里妄论闺阁女子，是为文人之耻，还不如田耕老农。这里的老板伙计也算是为国服务，可你们呢？这就是你所谓的学习成就未来，智慧铸就人生？哼，不听也罢。这人是谁呀？是呀，有装饰。
说什么呀？手这么大气，不是？在绝望中寻找希望，人生终将辉煌。干巴爹，拜拜。这什么人？什么人呢？这是？说什么知识改变命运，荒谬。这个呀叫社会舆论，社会舆论可是会害死人的。文人的笔呢，可是一把锋利的刀啊。所以啊，我就觉得他们说什么杜嫣然的命格绝对不是空穴来风，不信你就等着看吧。哎，我这么跟你说吧，在我们老家那边呢，有一个特别漂亮的女明星啊，就是女歌妓了，反正特别多人喜欢她。她在25岁的时候就自杀了，她的遗书呢只有4个字，那就是人言可畏。还说本王歪楼，本王虽不知你说的歪楼为何意，可你这楼未免也太歪了点吧？你这现学现卖的太快了吧？呵呵，多谢夸奖。嘿，打你！走了，不跟你玩了。哎，独孤，你何时来的呀？怎么也不提前说一声？难得见王爷一笑，所以不忍打扰。哦，本王也说不出为何，一见着尹晴柔，整个人都轻松了许多。王爷，我是来辞行的。哦，要去何处啊？一些私事，要去一些时日。需要本王帮忙吗？不需要，只是一些小事。独孤，容本王问一句，你要走，可是因为晴柔啊？不是，王爷多虑了。啊，那就早去早回。你闹够了没有？你们再管我一天，我就砸一天。等东西都砸没了，我就砸我自己。你不要啊，女儿，女儿别生气啊，女儿别生气。老爷，你都关了他这么多天了，也该让他出去走走吧。全当是去散散心嘛。要不然依咱们女儿这个脾气呀，嫁到灵王府，还不把王府掀翻了天呐？好吧，今天就是万花会，我就让你出去。到时候你要好好的表现一番。我不说，你也应该知道怎么办吧？尹浩那小子，我能抓他1次，就能抓他第2次，看着办吧。爹，我都已经同意嫁给二表哥了，你还想怎么样？你那日说过，再也不会追究了，并且证据也都已经销毁了，为何现在你还要这样威逼女儿？证据销毁了，难道我就找不到新的证据了？尹浩那小子的安危都捏在你的手里。走。娘。小姐，今天是城中盛事，各公侯世家的小姐、公子都会出席，说不定还会见到尹公子呢。到时候告诉他凡事小心，岂不是更好？杜小姐，我都听说了，大恩不言谢，以后你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，我会像对待亲妹妹一样对待你。别这么说了，现在想想，我以前真是好不懂事，还3番5次的让你给我收拾烂摊子，以后不会了。你放心，爹已经把证据销毁了，以后你凡事也要小心为妙。可是你真的要嫁给谢言辰吗？不嫁又能怎么样呢？再说这几日，我也想了很多。我对延启表哥，
其实想通了，也没有什么。现在能看着他开开心心的，也觉得很好啊。真的什么别的想法也没有了。你也好好的，别再让大家担心了。大哥，开始了。哎，你看，你看。热闹！大家安静安静，我们万花会现在正式开始，有请各位才子佳人献艺。好歹你也是皇子，赶紧上！二哥，你为长，我为幼，自古就有孔融让梨之佳话，还是你先吧。我的文采一向不如三弟，还是你来吧。看看你们，还是我先来吧。年纪这么轻轻，就是。我居北海，君南海，寄雁传书谢不能。桃李春风一杯酒，江湖夜雨10年灯。持家但有4利弊，治国不齐3折弓。想得读书头已白，隔溪园枯瘴烟腾。哇塞，司马懿好棒！既然四弟开了门，为兄就不客气了。哎，又有位公子上。哎，是啊，这回又是谁呀？开封地脉，花醉疑。不对，他怎么知道这首诗的？至今犹为难道天下奇？孔双双在他那儿？花开花落真的假的20日，一城之人皆若狂。二哥的诗磅礴大气，又将这一城之人爱花之状描绘得如此生动传神，小弟自愧不如，甘拜下风。什么输赢的，不过是切磋罢了。王爷前夜做的那首《咏牡丹》，小女虽然不才，但也觉得真真儿是极好的。三王爷，不妨拿出来与我们共享吧，大家说是吧？是啊，就是吧。哦，你说那首啊，不妥不妥。如何不妥啊？小女真的是觉得是极好的。不如这样，我来执笔，轻柔吟诗。这美女咏花名，想必别有一番风情。好。芍药腰无格，池上芙蕖尽少题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我未曾料到过，我独孤远也有今天。等我再回来，我一定可以把它忘得干干净净。我从来都没有忘记我是谁，我该做什么。
杨大学士是我朝第一个大三元，一向为文人典范。不知杨大学士以为这2首诗如何呀？杨某有话直说，不是怕得罪任何一位王爷，只是这2首诗真的是淡妆浓抹，各有千秋，不分高下。在下实在是难以评价，惭愧，惭愧呀！下面有请去年的花魁杜嫣然小姐。二哥，你看，跳得真好啊！准备好了吗？我歌舞都一般般，要是不来点特殊效果，怎么动人眼球啊？哎呀，你就把心放在肚子里。我呀，已经收集了一大袋的牡丹花瓣，等会儿你表演的时候，我就通过鼓风从房上往下撒，绝对是冷冷的发语无情地在脸上拍。瞅你那傻样！姑娘裙子上的刺绣啊，可是近来才出现在苏州城的凤穿牡丹。这种刺绣啊，刚刚出现在苏州城，很是漂亮呢。是啊，还有她头上的钗，好特别呀！我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花色。我早就听说啊，这杜大小姐啊，是引领京城闺秀美艳之首的。看来呀，果真是名不虚传呢。是呀，妹妹，这就是你有所不知了。黄金蛇还有个名字，叫龙蛇。据民间的传说，是有仙气的蛇。经过修炼和上天的考验之后，活过1000年会长出脚来。龙蛇经天劫后，可以化去蛇身，成为真龙。据说这是上天让龙子下凡之前历劫锻炼的。嘿，阿柔，你听清楚了吗？这什么又是龙又是蛇的？你赶紧想想办法，别让他们得逞。其实我也不知道，但感觉不是什么坏兆头。我们呀，只要跟着杜嫣然走就对了。啊，牡丹、龙蛇，牡丹花瓣我们有了，可是龙蛇怎么办啊？哎，交给我。下面有请尹晴柔小姐登台献艺。
魁会有奖金什么的，谁知道就给了一朵大红花。你们主办方也真够抠的。青柔，你为何如此喜爱钱财？因为钱最靠谱啊！哎，算了，说了你也不懂。我现在啊，拿去给德姑看。不用了，他走了。走了？他去哪里了？你为何如此紧张？没有，我只是觉得朋友一场，那走了我应该给他送行什么的呀。送行？你不会挽留他吗？他走自然有他的道理啊，我为什么要挽留啊？哎，对了，你觉得我今天舞跳的怎么样？说起这万花会，我也觉得奇怪，你为何突然间转个不停呢？我记得你平常是不爱跳舞的呀。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杜印跟谢言辰肯定在里面搞了什么幺蛾子，所以我就跟着杜嫣然就对了。他有牡丹，我也有；他有金蛇，我有小龙，肯定是玩什么上天旨意那一套，说什么他杜嫣然的老公肯定是未来真龙什么的，所以啊，现在被我一折腾，肯定坏了他们的好事儿。谁让我的未来夫君也是真龙呢？真是大言不惭。啊，你可别得了便宜又卖乖，我这还没过门呢，就为你到处着想，你可别到时候掉链子啊！别忘了，我的未来夫君可是上天旨意的真龙呢。竟有如此之事，照此说来，这两个女人都有兴国之兆，都有母仪天下的命格了。天无二日，国无二主，这岂不是荒唐？皇上，这万花会以后啊，老奴多了个心眼儿，派人到京城的金铺去查了一下，发现这数月前，相国大人就已经命人打造金龙发簪。您说，这会不会是？占卜之事，只有你知，我知，连皇后我都没有告知。哎呦，皇上，老奴没泄露出去呀。谅你也没有这个胆量，也没有这个必要。起来吧。谢皇上。我对你这点信任还是有的，就当是巧合吧。堂堂相国，却把事情办成这样。我不敢直说二王子是真龙天子，只好让悬空的老和尚去说，即将嫁给他的女子是母仪天下命格，谁想到又被尹晴柔那丫头给破了。今日不成，谢言其必有防备，以后再用此类招数，恐怕更难奏效。不如在他身边安排个细作。公主所言甚是，我这就去安排。哼，我养你何用？到手的花魁都能飞了，不争气的东西！从今天起，你在家里给我闭门思过，哪儿也别想去。爹，我错了，你饶了我吧。让我饶了你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你快些嫁给谢言辰，我就放你出去。那你还是管我吧。朽木不可雕也，你给我好好反省吧你。哎，我说哥呀，你能不能别再晃来晃去的了，跟个苍蝇似的。我头都大了。嫣然没能拿到花魁，回去之后他爹肯定又不会放过他，你叫我怎么能坐得住啊？哟，这嫣然嫣然叫的，可真够亲切的呀！啊？不行，我得去看看他。哎，你别走，你这是要干嘛呀？
要万一他真的被罚了呢？那我就救他出来呗。那你打算怎么救？我说你不会就这么单枪匹马勇闯相国府吧？拜托你用脑袋想想，那相国府是菜市场吗？你说进就进，说出就出吗？唉，不然怎么办啊？青柔说的有道理，你只身闯相国府，就算救得嫣然，也会因此祸及家人。越是慌乱之际，越要审时度势，慎重行事啊。这恋爱中的人智商果然是负数。不过多亏你有我这个好妹妹。难道你有办法？那当然了，还不快来谢我？青柔，你若已有了计谋，就别卖关子了，速速告诉他便是。切，你们男人果然都是一条心。来，听我说啊，我们可以这样。哎，你到底会不会啊？哎，别瞎指挥。哎，我说青柔，你这么帮助杜嫣然是几个意思啊？哎，我这哪是帮他呀，我是帮我哥，好不好？你看他那茶不思饭不想那劲儿，跟丢了魂似的。你说堂堂一个7尺男儿，竟然变得这般模样，哎，我实在是瞧不下去了。你呀，就爱心泛滥吧，等他杜嫣然从里面出来，再找你麻烦，你可别哭啊。就你话多。哎，阿广，旁边没有人吧？这个东西不会伤人吧？放心吧，比枕头砸人轻多了。麻利呼！哎，青柔，你说你这个东西如果抛错了地方，被别人看到了可怎么办呢？放心吧，外人看不懂。什么意思啊？我没有署名，只有我哥的暗号。什么暗号啊？你就别八卦了，这是人家的小秘密，好吗？我们还是快走吧，别一会儿让别人发现了。走。小姐，外面院子里有一个很奇怪的东西，你看看。来，给我看看。你下去吧。是。这是什么呀？我这次来，是想让皇上赐婚，把嫣然许配给严辰王爷。哥哥，你可想清楚了？嫣然自小与琪儿亲近，你不怕她不答应吗？我这次进宫，正是嫣然让我来的。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正是。这我还真就不明白了。还望娘娘成全。哥哥，我们是自家人，你能不能跟我说句实话？嫣然真的答应嫁给辰儿了吗？妹妹既然说是自家人，那我也就直说了。我们杜家有妹妹母仪天下，才有了今日的荣耀。我就嫣然这一个女儿，她的未来不光是自己的，也是我们杜家的。我明白哥哥的意思，我也想让嫣然继承我的后位，以确保我们杜家家门兴旺。可现如今，太子之事，皇上并无主意，你怎敢如此揣测圣意？若是皇上无意将太子之位传给辰儿，你岂不是算盘落空？那就仰仗妹妹了，立谁为太子，妹妹的话才是最重要的。哥哥越说越不像话了，都是我的儿子，无论皇上立谁做太子，我都无话可说。可你的意思是说我左右圣意，在自己的儿子之间做选择吗？娘娘息怒，我这也是未雨绸缪。
毕竟皇位只有一个，立谁为太子，这是皇后娘娘必须要做的选择。与其到时候慌乱不堪，不如早做选择呀。哎，我说你能不能坐会儿啊？偃月，臣妾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，做不到。看你那德行，既然夸下海口，要把有情人整成眷属了，那你就做到啊！记住了啊，什么时候都要学会处变不惊。哎呦，秦柔，王爷来了，何事如此慌张啊？还不是因为尹浩那事儿吗？上次你不是说有解决之道吗？解决什么呀？哎，就往人家门口放一个纸飞机，那消息人家看不看得到还不一定呢。哎，你天天就知道损我，不损我能死啊？我郑重其事的告诉你，会，一定会的。你这纸飞机又是何物啊？罢了，本王倒有一计，可以一试。什么办法？不知本王说了可有好处？我说谢延琪，我浑身上下全是优点，就那么一点点的毛病你就学到了。拜托拜托，你就告诉我吧。事到如今，只有让父皇母后相信他二人两情相悦，才能让父皇下旨赐婚。下旨赐婚？对啊，皇上金口一开，任谁都不能反驳。我知道我该怎么办了。你又有什么歪点子？唉，我嘛，只是想去找一个人帮忙。谁啊？当然是我们最最可爱的小四啦。小四？哎，帅哥，一个人啊？我正觉得无聊，正好你来了，来，陪我喝2杯。喝酒嘛，好说。不过呢，本姑娘是来找你帮忙的。哦。你要是答应我呢，我就陪你一醉方休；你要是不答应我，不行，你必须答应我。帮忙还必须？那我得听听你这事儿有意思没意思了。废话，没意思我能来找你啊？说来听听。我希望你能让皇上帮忙赐个婚。赐婚？父皇不是已经给你和三哥赐婚了吗？不是我，是尹浩和杜嫣然。亏你想得出来啊！怎么着，你就这么怕杜嫣然把三哥抢走，这么着急把她嫁出去？你胡说什么呢？他们两个是两情相悦，好吗？而且啊，我浩哥都为了这事儿急出病来了。先说帮不帮？你这么一说，我想起来了，晚花会的时候，我看他们俩眉来眼去的。没想到我嫣然表姐还挺有趣呀，明明说非我三哥不嫁，没想到居然和尹浩。知道什么叫做缘妙不可言吗？小四，你就帮帮我吧。不帮。哎呀，小四，你就帮帮他们吧。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吗？只要人人都献出一点爱，这个世界将变成美好的明天。这件事儿我可不想插手。为什么呀？因为我一向不插手哥哥们之间的事儿啊。我呀，只想做这花间一壶酒。不对，你情绪不对啊，小四，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儿？哎呀，别喝了，有什么事儿你就告诉我嘛。就咱俩这关系，我就给你平了。这事儿，你可平不了。什么事儿啊？晴柔，你说尹浩和杜嫣然真的是两情相悦？那当然了。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就和你做一回月下老人。说吧，让我怎么帮？太赞了，够哥们儿。其实啊，特别简单，
就是想让你去劝服一个人，然后演一场戏。